我哋嘅股票高息策略由兩大核心組成，包括主動管理嘅股票組合同期權策略。佢哋點樣配合，從而喺波動市況下增強收益呢？試諗下，將股票組合想像成一個果園，股息就係呢個果園產出嘅果實，係其中一種嘅收益來源。但係天氣變幻莫測，就好似股市一樣，收成可能受到乾旱或者係風暴嘅影響。呢個正係認購期權發揮作用嘅時候。透過沽出認購期權，投資組合可以賺取期權金作為額外收益。喺逆境下，呢筆收益就好似一個網咁，可以一定程度緩衝市場波動帶嚟嘅衝擊，令到投資組合喺市場震盪嘅時候，不至於被連根拔起。相反，喺好天嘅日子，果園嘅收成可能唔似得其他果園咁豐碩，因為沽出認購期權會限制部分升幅。只要善用合適工具，主動打理，無論市況順逆，我哋都有機會改善收益，鞏固我哋嘅收成。就好似呢個健康嘅果園，一個主動管理嘅股票組合，配合有紀律嘅期權策略，有望喺市況波動嘅時候提升收益。即刻到我哋嘅網站，了解更多股票高息策略。